这是全体委员会第2次就类似话题召开听证，这次的主题是践踏人权、酷刑和失踪。出席听证会作证的有人权组织现在就自由的创建人甘瑟、维吾尔人权领导人热比亚、法轮功学员李海以及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负责人布琼次人。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、来自佛罗里达的共和党众议员罗斯雷提南女士说：“中国人权在过去10年来每况愈下，而且中国集权的触角甚至已经影响到言论自由的国家。”中国著名的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原本接受了我们的邀请来国会作证，但他后来又拒绝了。很明显是由于他害怕自己仍在国内的家人的安全受到威胁，尤其是已经被逮捕的外甥。来自加州的民主党众议员伯曼说：“中国政府其实更害怕自己的民众。中国在对内维稳上的花费超过它在其快速扩展的军事方面的花费。这一举动明显说明中国政府害怕并且不相信自己的民众。”法轮功学员李海说：“他坐牢7年出狱之后，明显发现中国民众已经越来越不相信政府。”人权组织现在就自由的创建人甘瑟向国会介绍了中国政府的新武器——被失踪。他们还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被失踪合法化。维吾尔人权领导人热比亚在作证时说：“中国政府对维族人和穆斯林信仰的高压政策接近于种族灭绝。”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负责人布琼次人说：“藏人的自焚现象触目惊心。中国政府一边在屠杀别人的文化，一边又偷偷地向世界输出自己的文化。”他举例说，孔子学院已经开始影响到美国的学术氛围。藏人行政首席部长洛桑森格上周访问了华盛顿。洛桑森格部长成功地同奥巴马政府和国会都进行了沟通，包括众议院议长贝纳以及分管西藏事务的副国务卿奥特罗，表达西藏流亡政府愿意保持对话来解决西藏问题。来自新泽西的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长期关注中国的人权和法治进程。我领导的小组委员会已经针对中国的人权侵犯案例召开了40场听证。史密斯说，他希望中国的黎明能够早日到来。VOA 卫视报道。